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2月20号开始来开会。民进党的立委黄捷甲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因为麦克爆发着冲突。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来挺黄捷，21号伫社群平台发文章，甲黄捷甲徐卡心两个人的外貌的这个红仔头做比较，结果是引起着徐卡心的不满，讲这种的比较真侮辱人，要求民进党都要出面来道歉。黄捷嘛认为摕外表来做评论，确实是无妥当，讲这党部的小编呢应该都要来道歉。讲嘛已经道歉了。立法院20开议，民进党立委黄捷出手要抢麦克，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要加动，这两个立委的战火佫拖到民进党高雄市党部。市党部伫社群平台写文章挺黄捷，讲黄捷本事就是比你水，佫较有才情。佫讲今日发现黄捷身悬比徐卡心悬半粒头。这个文章引起徐卡心的不满，认为讲这是外表的侮辱。这个小编佫破水是主观的认定，唔是外表侮辱。这文章引起讨论。不能因为当天黄捷的表现不好，你们要护航，就故意讲说呢，这个谁漂亮，谁高，谁矮。我们做从政者不是来选美的。我认为大家可以比较我们的立院表现，而不是比较外表。所以呢，外表做评论确实不妥，党部的小编应该要马上道歉。那昨天也看到他们马上道歉了。徐卡心惊天黄捷，以色列的风信术学无好，那也高雄市议员白娇英嘛甲徐卡心赞声，黄捷是爱徐卡心成为家己讲过的话会实的。什么都学得四不像，这就是黄捷。把以色列防身术学成闪电5连鞭，这就是黄捷。叫中央也道歉，请赖清德出来道歉。这绝对是近几年来台湾政坛对于女性外表最严重的一次的侮辱。她敢说敢战，而且不畏强权的这个精神，已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神了。说别人相由心生、丑到不行的，其实是徐巧芯本人，所以也请她向当事人道歉，而不是徐巧芯能，别人不能。这文章引起争议，虽然讲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将文章删掉，冒会失礼，表示讲用词无妥当的所在，小编虚心接受指正，未来会更加谨慎注意，并且加以改进。是讲这个战火敢若也未完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